由台南市北门西主会林伯群会长带领北门西主会会员以及众友会，22号做伙来到永康区的永盛国小，并协同永盛国小家长会共同响应颁发爱心捐助，并准备了圣诞愿望计划礼物，要来发送给永盛小朋友，和摕到心中梦想的礼物学生，拢感觉到非常的欢喜甲感恩。愿望礼物是什么？羽毛球。那你拿到羽毛球很开心。对，很开心。愿望礼物是什么？篮球。篮球啊！那今天拿到篮球，我们很开心。很开心。北门西主会林伯群会长勉励学子爱脚踏实地，求下上进，莫放弃追求梦想。伊也希望借由这个抛砖引玉的机会，促成这个圣诞愿望计划，让小朋友感受到社会上的温暖和关爱。借这个活动呢，其实也不是说要来送礼物给你们，但是希望说让你们知道说，在社会上有很多叔叔阿姨对你们的成长都是很在关注、很在关心。那也希望说，在你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我们这些叔叔阿姨给你们的关怀，能让你们在求学的路途上，在你们成长路途上多了一份温暖，让你们可以好好的向上学习。第10专区主席徐伟杰也鼓励囡仔爱努力学习，将来爱做一个手心上海人，回馈社会。我希望小朋友能汲取我们这一次，狮子会给你们的一些帮助，还有一些鼓励。而后，如果说你们也有机会，也有能力，我也希望各位小朋友能做一个手心向下的人。今日非常欢喜啦！借我们伯群会长、阮集专、阮徐主席的光彩，来到咱永信，会教咱家小朋友做一个互动哦。我看恁拢愈来愈可嘴，愈来愈可爱。圆梦送暖的时机来办理啊，在这样的天气下，我相信这个小朋友应该要秉持着一个这个感恩的心啊，我们要感谢这些叔叔阿姨愿意来回馈社会，帮忙做这件事，让各位小朋友把您的梦想能够达成哈。虽然一份小的愿望，但传达出是囡仔的渴望。北门西主会也希望这次的愿望计划会当让爱种子会当在囡仔心灵当中受到启发，进而散播到社会各个角落，嘛让囡仔知影社会有爱，并将爱传达出去。林伯群会长也希望有更多有能力的人做伙来关心囡仔，让囡仔在求学成长的路途上感受到更多温暖，也让社会充满和谐。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